後洗者，將會藉住水同埋聖神而重生，成為教會嘅新子女。而最後一部分係聖體聖事，係剛領洗嘅兄弟姊妹同整個教會一齊獲邀參與主以自己嘅死而復活嚟為我哋所準備嘅感恩祭宴，使彼此共成一個身體，一齊分享同一嘅生命，共同獻上新嘅生活作為祭獻。天主，你藉着聖子照亮我哋嘅生命，求你聖化呢個火焰，燃起我哋對你嘅嚮往，好能以純潔嘅心靈，藉此逾越慶典，參與永恆光輝嘅慶節。因主耶穌嘅名字，求你俯聽我哋祈禱。阿們。願光榮復活的基督，以他的真光驅除我們心裏的黑暗。復活嘅蠟燭已經燃點咗，亦都意味住基督已經進入咗世界，帶嚟光明、希望同埋生命。而家係舉行遊行禮。看到上主向埃及
整個人類。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弟兄們，難道你們不知道嗎？我們受洗歸於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參與他的死亡。我們以藉洗禮與他同死而葬，為的是要我們也能獨身生活。就像基督藉父的光榮從死者中復活一樣，如果我們經歷了他的死亡，同他結合，也要經歷他的復活，而同他結合。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舊我已和他同釘在十字架上，使那屬於罪惡的自我消滅。這樣我們就不再做罪惡的奴隸，因為已死的人已擺脫了罪惡。所以，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我們確信也要與他同生，因為我們知道基督已經從死者中復活了，就不會再死，死亡再也不能制他。願主與你們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聖體嘅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看是